前人拳道一弓，坤道一弓。翻开始向无极老母行30公里，拳道一弓，再一弓，三一弓，坤道一弓，再一弓，三一弓。恭请付前人慈悲拳道一弓，坤道一弓。前人。喂，咱各位组长，咱部分主席部门各位同事大家，大家晚安。前人晚安。咱伊个在此，咱各位来研究咱合作咱金融界第14分，因为时间咧过嘛真紧2礼拜就来，所以咱应该讲到了第14分，第14分，伊的这个经文有较济因为咱金融经内底当中到14分，迄个17分，究竟15分，这2分这个本文拢较济，所以可能时间上来用较济笔安尼而且当中咧，咱要讲14分的进程咱大家先读一下因为经文有读过，咱就有一个印象伫咧所以咧，咱先来读一遍。理上级别分第14。理上级别分第14。历史。书法题。文说时经。清解义错。体类秘籍。二百福言。虚有世尊。佛说如是神清经典。我将释来。所得慧眼。未证得闻如是之经。世尊。若有人。得闻是經。信心清淨。即成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世尊。事實上者。即是微笑。是故如來說明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着為難。若當來世。後500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即為第一稀有。何以講？初人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微笑。人上眾生上受者相。即是微笑。何以講？離一切諸相。證明諸佛。不可說菩提。如是。若有人。得聞是經。不
不敬、不保、不保、不为，不为，当地是人，当地是人，成为稀有，成为稀有，可以讲，可以讲，苏菩提，说菩提，如来说第一法界菩提蜜，如来说第一法界菩提蜜，非第一法界菩提蜜，这非第一法界菩提蜜，是名第一法界菩提蜜，是名第一法界菩提蜜，苏菩提，说菩提，忍辱菩提蜜，忍辱菩提蜜，如来说非忍辱菩提蜜，如来说非忍辱菩提蜜，是名忍辱菩提蜜，是名忍辱菩提蜜，可以讲，可以讲，苏菩提，说菩提，如我悉为我利用，如我悉为瓜利用，这才身体，格才身体，我利时，我于你时，无我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无受者相，可以讲。可以讲，我有往昔节节之界时，我有往昔节节之界时，用我相，若有我相，因上众生相受者相，因上众生相受者相，应生亲分。应生亲分。苏菩提，说菩提，犹念过去，犹念过去， 500世作忍辱仙人， 500世作忍辱仙于人，世中，于一世中，有你所说，无你所说，无我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无受者相，是故苏菩提，是故说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自色善心，不应自色生心，不应自声香味触法善心，不应自声香味触法生心，应心无所住心，应心无所住心，欲心有诸，若心有诸，即为非诸，即为非诸，是故佛说，是故佛是说，故佛说菩萨心，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自色布施，不应自色布施。苏菩提，说菩提，菩萨为利一切众生故，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应如是布施，应如是布施。如来说一切诸相，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又说一切众生，即为众生。即非众生。苏菩提，说菩提，如来是真武者，如来是真武者，是武者，是武者，如武者，如武者，不共武者，不讲武者，不异武者。不异武者。苏菩提，说菩提，如来所得法，如来所得法，诸法无实无虚。诸法无实无虚。苏菩提，说菩提，若菩萨心随法行布施，若菩萨心自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如人入暗，即无所见。即无所见。若菩萨心若菩薩心不自法而行布施，而行不自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如人有目，日光明照，日光明照，见种种色。見種種色。苏菩提，說菩提，当来之色，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兒，善女人，名有出經，令有出境，受持托相，受持托相，即為如來，即為如來，依佛智慧，依非佛智慧，悉地是人，悉地是人，悉見是人，悉見是人，大地成就，大地成就，無量無邊的功德。無量無邊功德。哦，這是這個《易經王經》啦，吼，第14分。這第14分的內底當中呢，叫做理想即個分。這分啦，吼，這個咱拄則有讀到吼，加正啦，吼，所以呢，這是《易經王經》內底第14分跟第17分，這兩分的迄個。
个本门拢请党。啊，咱今日就先来甲解说这个理俗这个分啦吼。当然，咱过去捌甲恁讲伊做一个报告，因为咱的32分伊这个标题啦吼，拢是当时佛陀本身讲的啦吼，拢是用武德啊，伊这个囝昭明太子，我来甲做了这个标题。啊，因为伫这段内底当中呢，应该会当用这4字来做一个代表啦吼。咱来讲，这4字就是伊的经验，换一个解说，就是讲内底的这14分的内底的这个这个方向，无离开了理俗这个分。啊，什么叫做理俗？迄个理，咱内底有一句，理一切诸俗，性命诸分啦吼。啊，讲今日迄个理俗，咱来讲起来，就是讲你无去执着，在相中而无执着，换一个解释叫做理俗。理相中若执着，安尼叫做执俗。啊，所以理俗内底当中，什么叫执？迄个执就是叫做相接。什么叫做灭？迄个灭就是讲叫做上定。简单讲起来，迄个叫做相接，叫做上定。咱入做单经，伊第4分，咱来讲定为定持意中清净。啊，定就是咧讲哪，就是讲灭。啊，非就是咧讲，咱拄则讲的，是咧讲这个执，执就是讲叫做光明的意思。灭就是讲定，所以伊圣人的经典内底当中，咱若无离开了什么物件，定为定持，无离开执灭，无离开执而相照，灭而相定的这个道理。啊，所以呢，因为理俗，你若要当证明了迄个执灭的功夫，所以呢，过去咱伫迄个会使讲xuất身公主迄个时阵。有一段话啦吼，不过迄段话呢，我大概来讲者，诸法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意，执灭为乐，有一段话。那当然，因为这段话内底当中，一般定要了解伊个执灭为乐，大体有定是安看袂出来。伊这句话人甲讲起来，就讲诸法无常是生灭法，什么叫做诸法？诸法就是讲一切法，一切诸法相，这种叫做诸法。咱讲起来，你有看到，你有听到，你有看到，你有听到，你有想到，这种叫做因缘成法。拢你会当去感受到，这种叫做因缘成法。这无有实性缘内底，所以诸法内底当中，迄是一个生灭法。什么叫做生灭法？有生就有灭。有灭有生，就参照咱即间天然人，咱天然人甲起起叫做生。有一日，若咱到这个时阵，伊若老少，咱要甲卡掉的叫做灭，这个生灭。咱这个身体，咱对生出来慢慢来说换者，叫做生。有一日，咱这个肉体叫无去，安尼叫做灭，这叫做生灭，生灭。我今日得着一件物件，安尼叫做生；后壁这件物件才叫生，安尼叫做灭。所以世间拢是一个生灭法。你家讲诸行无常，叫做生灭。而水切诸法相的内底当中，无对一件事实相，那么叫做诸法相，生灭法。毋过呢，甲你讲生灭灭意，执灭为乐。迄个生灭灭意，生甲灭。迄个意毋是意，毋是术。我常过去甲你讲，即句一定要注意。即句意就是开一半出。迄个术，迄个主家己拼顶无记，迄个主手以貌心之无义，心有xuất歹。而即个术，这是叫做术，这个叫做意，这个叫做意。专开出的叫做记，你综合出的叫做是，这个叫做意。所以
生灭连意会咧讲即句话，哦，即个三句话咱唔对，三对嘅，若唔对，即个解说袂出。生灭连意，啊，即个意就是讲啥物件？即个意就是叫做过程，叫做过程啦。生灭连意是一个过程。咱来到即个世界，你对一岁，我是70几岁，我已经经过70几岁的过程，咱毋是安尼。毋过我有一个道理，我来到这个世界的过程，安尼对。啊，这个过程嘛是解释这个生命啦。就简单讲起来，生灭连意，生灭这个，毋过伊上个重要，要达到无生灭，要达到七灭娱乐，就是因为咱今日无一切诸我上北去，而咱的心会当得到清净无量，会让咱得到了解脱。这个我同大家七灭娱乐，哦，这是一个意境。啊，若即句话内底当中呢，伊是来讲，生理上即灭，是因为《金刚经》讲到第13分来如是呢，到第14分来，已经讲入真深的道理啊，所以呢，咱学对伊的这个本文这个物件啦含咱各位先来咱各位来做一个报告，因为咱学来了一个经验啦当机者师傅伫听到释迦佛所讲的这个道理对着含有真深奥的佛理的经部经已经心中已经深深体会到因讲金刚经入就是一个法界地位太深奥、太高超，平行啦自己又能搁深深地解悟到佛的迄个义理，咱义理归属啦因此深深感动而流泪啦这个是安怎解说呢？就讲因为佛已经于第13分，已经了解到佛要讲到，伊是以经名逆动风起，因为第13分如是言，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讲经名，第二就是问就是问你逆动风起。简单讲起来就是讲，你这部经是分做什么名？咱讲叫做金刚法界合密，咱正常相会。但是金刚法界一时无义是无义。你个风起，你要哪风起？咱金刚法界合密，迄是一个因缘生法。但是你因缘生法内底当中第5个咱呢，即归金刚法界合密。迄句话你爱起了关切。其实圣人的文言拢无实相，但是一本金刚经物件，互你看。毋管你若听着这文字，你念到尾，你煞想这文字有意思。你要安怎理这句话去体悟，要甲领悟，要甲关照，用智慧来看出这句话是在讲啥物件。那即归金刚法界合密，头一句叫做缘起。第5个，你会深深去了解，叫做情感基础。情感基础到第3句个，咱安怎叫做义理归出到金刚法界合密，即为金刚法界合密，是名金刚法界合密。因为当然讲到遮尔深的道理，但是苏菩提，因为是咱甲讲起来，伊是小乘阿罗汉，伊是解放地的阿罗汉。要甲讲起来，伊即智慧是真悬的物件。若佛一讲，伊就知影。所以这当中呢，伊迄个时阵，咱若红的若这个红，拢是因为咱伊经典的本文。所以这是咱互我解说过的物件啦所以历史的释迦牟尼佛世尊讲到，伊是文义逆动风起，伫《金刚经》第13分，咱都有相的进行讲这物件。但是金刚伊是当然师傅第一问要安怎去防止？伊讲是文义，但是文义内底当中，就咱我讲，这是圣人的文义，这毋是一般顶咱的校咧读册什么这个专业的知识甲专业的学习，毋是这物件。
咱我之前讲过，因为圣经的经典是参像一粒不会做的鸡蛋，但是伫社会所学的专业知识，这文学是伫这个世间要应了讲后起来，毕业了后要食头路，要趁钱，这叫做世界观。毋过圣经的经典就叫做出世界观，这两种无不同的物件。毋过呢，金光发展方面，咱过去讲过，金光会讲主色，发展会讲叫做地位，方面就是讲叫定上代。你若当伫自信中，你当生出了地位，会当变地位，那安尼你会当定上平安。即句话用足简单的解释就安尼。毋过呢，无咪是安尼解释。但是你若有真正用你的地位去甲伊清解清破，其实你看一句话看袂出来。所以呢，这叫做来清解无错。那因为苏婆地当然有到迄个地位啦，所以伫迄个时阵呢，苏婆地到第14分来就讲逆时，然后释迦牟尼佛释迦世尊讲到以是有你的王子，这个时阵。出了一个经名叫做佛说发展佛命，即位发展佛命，是名发展佛命。当然这是拢咱第13分的啦所以呢，再去以迄说微尘，即位微尘说世界，即位世界，甚至到32相甚至再用着初级的功德，现而所说的心灵去布施。是不及于受持金刚经的一段话，以及为人所说的一段小话啦这个功德就是无量无边。迄个历史就是讲到这个时阵，伊呢在讲，伫第13分，伊就用医报甲正报来做比喻，甚至用生命的比喻。医报就是用3000来这世界的理念。这位美人是名美人，这位世界是名世界。这是安怎解说呢？因为美人生世界，世界一演变得成美人。其实，咱这个山，6分咱这个山啦咱看起了对不对？但这个山是偌济的美人组合这个山，甲拍其实的美人，迄是算不了的物件。美人是做细微的物件。但是是做细微的物件，甲切合做出来，是毋是叫做山？是世界3000大千世界甲拍开去变美人，美人甲接做伙变3000大千世界，所以伊咧讲这个物件，你讲用伫世间法用较济物件来做比喻，这叫做用医报。什么叫做医报？是医治这个肉体之外，因为咱这地球是咱的医报啦，这间厝嘛是咱遮今仔日而且听班嘛是咱的医报啦，敢是咱这个肉体是正报啦。所以用医报也好，用正报也好，因为这拢是一个世界法的物件，无法度人比着咱的，你去为人讲金刚经的一段话，甚至你得到受持、取经乃至数据等其他人说。互你个偌济数量，无论是医报甲正报，拢无法当比着你去受持、读诵、取经，乃至数据咧其他人说的功德较大。简单讲起，咱今仔日这叫做实相，叫做无漏。而外口的物件，就我拄则讲，凡所有相的物件，拢无一个实相。安尼分道就是咧讲这物件啦所以呢，因为伊甚至甲任何刷数，伊甲你讲只甲任何刷数，甚至我做不及伊受持金刚经那为他人说的一段话的功德，就是无量无边的物件。这我已经讲过6遍了，所以咱后概念咱就知讲，受持金刚经，甚至以金刚经一段话为他人说，咱今日所见的功德。就叫做实相的功德，实相的功德，毋是叫做福报啦逆时就是讲到这个时阵，苏摩地开始讲苏摩地闻说是经，因为到迄个时阵，苏摩地你听到第13分这道理了后，苏摩地深深的体悟到金刚经所说义理为出。什么叫做义理为出？
以理为主，就讲所谓的真理实相，你归纳于我的心性中内底，归于我心性中内底。所以，因为咱有分做三个，叫做文化界，叫做观察法界，叫做实相法界。到以理为主是咧讲实相法界。因为到文艺法界就是咧讲啥？就是讲叫做文法界嘛，以文解义嘛，叫文艺法界嘛。甲观照法界就是咧讲啥物件？就是咧讲情解为处，深解意趣嘛。到实相讲叫做以理为处嘛，即因为理论内底有做这三个赞处，但是因为到以理为处，就是已经达到菩萨，达到摩诃萨，要证佛的意见。但是到情解为处，就差不多阿罗汉去的迄个哪位呢？迄圆觉菩萨。什么圆觉菩萨？伊是要证明菩萨，但是伊要怎要证明菩萨？就参照咱头过去捌的比喻，佛有50二菩萨位，但是有10尊、10形、10个样，这叫做三形，这叫做圆觉。全局，这个全球方便，伊也未圆觉，伊也未证明真正是上菩萨。但是到了呢，10地。十地菩萨地的地菩萨地，迄个就是上菩萨，因为伫佛的内底当中，因为伊拢也分别出来。所以呢，今仔日因为师傅题已经深深的体悟到金刚经内底的义理归属，迄个归属就为了什么地方呢？就咱头拄则讲，已经伫师傅题已经了解到，这个经典为了你上法界的迄个定位去啊。所以你讲金刚经以文解义，这是文字中的。但是你去观照，观照了后，当中叫做文说是经，所文的就是文语法界，咱拄则讲的啦，文语法界也需要观照，这观照是咱特别讲法咱地位啦，再咱开讲文说是经，文说就是文语法界。情解为处，就是讲你对经典内底当中，你有真正情无里面内底叫做情解为处。就简单，咱来讲起，咱来看经典，是目睭看过尔，按一段话，咱都有智慧，去甲深深的了解，甲体悟一句话。这是功夫哦，我常讲的，咱每一天讲一句讲无相。无相成亲，比妙法一段话出来，敢是？这段话以后要点伊嘛要点伊无哦。这段话你要甲我看出伊的物件出来。你若用着你目睭甲看，两千我。无相成千微妙法，百千万劫难测度。经变文一修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两千我点是，敢是啊？那两千我你刚才目前来讲，这段话你讲啥物件？我毋免讲，你绝对唔知影，是啊，你唔知，因为你是两千我，你无情感，你没有深觉，你无情感，敢是？你情感，你就慢慢去甲了解，什么叫做无相，什么叫做成清，什么叫做微妙法，你就慢慢去甲体悟。无相就是无比较上叫做佛嘛，当时叫做佛嘛，佛就是宇宙相观，咱讲宇宙叫做无相嘛，无能比较悬嘛，叫做无相嘛，道叫做无相嘛，咱事情叫做无相嘛。但是无能比较悬的叫无相，深深地叫做智慧嘛。浅的叫识嘛，知识的识嘛，深的叫做智慧嘛，伊才来叫做成清。但是听微妙法，不可思议的物件。这句日头光所照来内底微妙。不可言的物件，所代表当中，嘛无日头甲日头光所代表的话，
日本嘛袂我，东方嘛袂我，南嘛袂我，有微妙无？微妙可言啊！啊，这就是讲，嘛咧甲你讲性，这个叫心，这个叫心。你会当解释三者一样。所以我即摆咧甲恁讲，就是讲，你是学话，你要当去甲澄清，毋是做甲学安尼。你若用嘛即个方法，你看袂了解你个物件。所以伊到即步来，咱要就来讲澄清，即个澄解之处，因为作清，清就是讲用智慧去解开了即个义理规矩，就澄清解无出境的义理嘛，义理规矩嘛，无你才知影是啥。我就请你各位，就头头你甲踢伫你的厝无，你怎样把踢落？有所谓无？你若有那个补，所谓无？那无人通对不对？啊，你一大杯若慢慢一直甲看到尾，你感觉家己会欢喜袂？因为人偷袂开，你偷袂开。是安尼，人一叫一清到迄个物件，同一大话人看会出来，看袂出来，啥问题？敢是一大话问题，毋是咱的功夫的问题。啊，咱今日去学经典，就是要家己用咱的功夫，要求迄个经典的问题，要甲经典圣明讲的这个物件，我要安怎来清解历史？要甲清解历史，就对。所以呢，清解两字就是讲关照，早明到清入解悟，解悟到什么物件呢？若要智慧，若要这个关照智慧。你要那个清解，但因为解袂开，解无到这个义理规矩、义理规矩、清解义处来义理规矩，敢是安尼？每发这个清解义理规矩嘛，所以就是义理规矩，我是上来。什么叫做义理规矩？迄个理的字面已经影射伫我的心性中内底，伫我的心性中已经去感受到伊的发挥出来。毋通叫做规矩，有迄个发明出来。安尼我爸爸较早咧甲我讲你听道理啊，听到尾就发理，伊讲发理啊。咱做囡仔，咱哪人啥物叫做发理？坐在咧拄我睇有咧发理，我毋发理。其实咱真正毋捌讲啥物叫做发理。当真正互咱听的时阵，迄个感受就无相共。就咱真正讲叫做发起，迄个感受到的，就是咱爱入去看。金刚经5000几字，大圣看到金刚经偌熟，你敢知？一本本文迄个法律，对着开始切，对着开始登，对开始讲到，你知影无？当中毋知影。毋过咱慢慢为着来这个摸出着伊内底的物件，咱当然是讲你好，咱去参考别人。但是第二就是你写出来了后，你免得甲即句话，免得甲看出着即句话内涵出来。比如讲，咱即回，咱伫第一经内底当中，因为伊计划7分，伊就安怎讲？这样做参考了，以前提供。以己有兵，奇怪奇嘅。以无事，秋天啊，以无事到天哪是？以无事冰天哪？秋天啊。打是无？取。处啊，进处的处。处。歹势。一无所处。天哪。这本土话你要发出啥物件？这是因为古人讲无相像，敢是安尼？但咱好好看，这个情，伊这讲叫地公篇嘛吼，这个情咧要说啷？要说平嘛，要说平静嘛。平静伫佛教上来讲起，伫咱老师来讲起，
做道嘛，道嘛，是发平等分高下嘛。但是因为即句以正治国，今日你若当以道来治国，有即个国家有道啦，尧舜说天啊，以仁治万民相信，即个国家有道。啊，即个国家有道是万民的福分呢。即个国家若无道是万民的不幸呢。但是，毋过第二句话来讲，即句话咧看会出来，以其治国，即句话要怎讲？奇怪奇。因为其叫做妙用。奇怪奇啊。其叫做妙用。即个妙用，即个其是不可思议。简单讲起来，就是讲，即个妙是非。你爱用智慧来教万民，并就是讲万民的意思。你用智慧来带万民，来教育万民。你今日要教你的囝，就参用你这个家庭。你做示范有道无？你做示范有道，你这个家庭袂歪吵对不？你这个家庭若无道，你这个家庭要教这个囝也是有可能。毋过第二句话，你教你的囝，你是要甲你囝念落死，还是要用着道理、用着耐心、用着信心，顺顺善诱来教育你的囝？人即句话就是讲，你要用智慧来教万民。但是，若安尼呢？你即个国家有道，你教育万民用慧。那安尼，这个国家以无事处天下，这个国家敢有代志？敢有代志？无代志。所以答案就是无事处天下。毋过，即句话你咱会看出来，因为伊老师这个文面来看出即句话，我相信可能可看是有相像，是咱互学今日借着这因缘，咧学咱各位大家做一个做一个迄个交换，咱互学看法。虽然咱今日要看到大神经典的迄当中咧，到处以理为主，你看会出迄滋味无？你会当了解实相无？所谓的深解艺术，深解的实相智慧，这个以理为主，大受感动。深解就是咱拄则讲的大经，这咱互学写，大经内底当中识得。适得适应以理为处，大当空，能够适得还乡道，了解什么才能居乡。当时恶目神龙来发现，你是发现的什么物件？你有发现是上无？还是发现叫唔点一个呢？所以这样来讲，有适得，如果我们有适得，你就还乡道。毋过咧，我用设计过，设计什物件？设计义律如此，你有一个出色，你有一个自由不同，你有一个咱今日本自富有的物件，不动摇，不成变，不如成真，会当人生办法的物件。你有迄个物件，你有了解的，还是我偏减一个？那你今日其中减一个，你有法通设定无？你有当了解，你要了解什么？所以今日是有了解、有识得如何，你发现是什么物件？就是咧，甲你讲，咱今日咱发现着咱这个自性所处，是安怎过去、干回，伊直直先慢后边，咱话啊，几乎实际，咱这完全不清，也得着到了后。伊嘛讲我叫骗你，骗我200块，迄差偌济。咱得到咱个翻后边有事情，咱得到咱个开幕，咱得到讲骗200块，迄差偌济你听有无？迄经济地位差偌济你听有无？咱当前年底就到了，伊假日就开始食菜啊。过去咧做油做厂，过去是逐日拢爱面出米香头啊。配下水生，下水生你知影啦做车人就然后下水生。伊单前年过去咧做工程，但是人得到了后，人就已经识得，人就已经了解，
人就已经发现到什么呀？发现到伊家己要爱的物件，所以人把伊过去所爱食下水分，把伊过去所爱啉的米酒头仔，过拢啊断掉。阮断掉伊种唔敢干，咱就咱迄个陈夫人啊，太太讲，伊嘛敢讲我要食菜，陈夫人讲春来啊，即马过去逐日就爱一罐米酒头仔。但是我后生算来怎拢无啉，都无食。到尾问，你若要食菜，就甲我讲一个，我就煮菜互你食。伫遐搭，甲讲伊开始，就无要啉烧酒，就开始无要食粗的物件。过去的时阵，咱中国大陆，老先人，咱爱记咧，因为伊过去种食到迄个什么老先人。夏。夏老先人哦。食毒，迄个你着高了，要解起来就简单。迄关于房间的内底总爱锁的，因甲因讲，我若开始爱咧叫的时阵，恁拢唔敢开门。迄我听讲人吼，迄毒要发作的时阵偌艰苦。迄伫迄个房间内底咧乱使叫拢咧乱做伙咧。因为个讲，迄个演的时阵，若无真正做有力量，人吸落去。真正要改食到的几个改会成功呢？上改未成功呢？但是人得着道人迄内面走出来，地位走出来了，无论身体偌艰苦，面对着偌大困难，人行过来。因安怎？伊嘛，即个行过，我就解出，即个行过，我永远就是死路一条。因为咱就是安尼啊，咱今日有识得，即个繁荣道，咱有了解。了解环故乡，今日咱发现着咱的儿女归属，着咱的思想地位伫迄个所在。今日咱总会得着，但是咱有力量行过无？咱个想法安尼，有点遮收到收到呢，占花土地呢，有点收到收到哪？咱讲是非非所对呢？什么物件？因为古人的来劫如修相。我想要讲四分，咱有十法界，当然啦，四种法界来，佛、菩萨、比丘、阿罗汉，即成万来，这来较单纯。但是六道来无单纯，尤其三恶道来上无单纯。六鬼道就是地狱道，这三恶道来上无单纯。但是来拢靠这个身体哦，但是咱的基因就是。天道、人道、阿修道、恶鬼道、畜生道、地狱道，你有特种，迄个人较安尼，迄个人较安尼，就看到故意的，故意是人级的呢，故意是表面的，伊拄着中了后未来的，伊有迄个基因的，过去你入厝倒来，你伫迄倒的物件，拔出来，做出来呢，你要相信无？你就会爆掉。迄伫迄道过去迄道来，靠爱爆掉。迄足简单的药呢，你所以好色好色，迄伫迄道来变出来呢，你看你面对道就变出来，变来讲，你的基因在里面，都含有上的，一直走出来。所以，但是真正你有深切的功夫，你有法度改心、戒慎，你有法度改过、改会掉、挡会掉。修道袂倒你啊！修道熟悉咧倒互你烦恼无骗。咁样简单啊，安尼，迄个花叫你玩嘛先倒去啊，敢是？所以摕来去非常的学问，咱爱知影。你无救伊，你无真正行伊，你要去大家就无可能，无遐简单。我要来修道，我要来学道，我要来创啥，你就要修道，遐简单呢？即句话你听落。行深深解，即个你看落去，所以深解深入解悟了入面归处，你真正有求到迄个意见有无？我常讲的啦，一杯茶喷出来，喷出来啦，迄若伫迄个大国遐吼，还是伫迄个地山，迄每一年拢有一届咧哪咧，迄个地比赛啦吼。伊一摆从地拢百几个，拢百几个。
大家拢可以内底地上爱好出来。什么人？迄有叫做评鉴书啊，评鉴书啊。迄评鉴书是安尼评旁边啊，因咧大家拢跑出来。我是听讲的，我无爱参与的，我是听讲。迄个评鉴书要评鉴互大家心目口好，迄若真正无功夫的啦，你甲别人会接受吗？人绝对袂接受。即下地跑出来，伊一个汤匙啊，伊片片的籽拉者，片一个籽拉者，伊这是要受目标的，伊嘛无啉过哦，袂使啉。百几号啉到到地，嘛毋知做一个较好，做一个较歹啊，敢是安尼？伊一籽搭一个片一个，安尼呢？百几个片过了后，对一个几分，对一分，对一分，拢互评啊。大家，你这是头顶的，你这是顶顶的，你这是一顶的，你这是二顶的，你这三顶的，你什么顶种，咱来评啊！大家拢无人讲安怎？迄真正有功夫的，啊无你去评我看下。真正你评过一个两个，你就讲袂落去。所以今日去学到是安尼。你若讲这一道亲，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行过了后，毋是讲咱今仔日当中哦，我经过50年、60年，我代表我已经做完了，毋是这个道理呢。你若要真正评清解梦，你了解这个义理归属，就参照我拄则讲的评鉴书刻入了后，伊免着啉足济呢，伊嘛免着甲你讲老的，用是讲拢无路用。我就想咧讲吼，若要甲我讲的，紧说我讲的。因为伊若会晓讲咧到会哦，这个预算的，这是啥物的，啥物做我讲，但我连讲，但是因我会晓好较歹，我知影安尼，安尼啦吼，我就是开玩笑。这是咧讲真正，咱一定要这条。心解你到什物件，阿来学，是上关键。阿来学是对识，一定对识，叫做对识。阿来学，心解到阿来学是上关键，因为数学题解空题。因为伊不过是一个阿拉，所以呢，因为甲出入往返遮久啊，伊听着平方顶甲53分吧。数学题伊着关伊妙观测已经起来了，伊到平顶升起来啊，继续大方向。妙观测的，咱对进前咧讲，就是咱意，就是咱的意识。我班用情歌运转，但用名言无实性，欲名转处不留情，欢迎应处那家庭。这个妙观察就是咧讲啦，咧讲意识，意识转妙观察。这个妙观察就是咧讲叫做普设定。这个平等性质，妙观察起来啊，因为伊插到平等性质，这平等性质叫做原拉式、莫老式。这原拉式就咱过去讲的讲6、7因中转，5、8都上转，因为妙观察伫甲平等性质这两题，而且咧做业，咱伫这个世间的内底当中，咱咧有解出讲这问题的处理。这个台湾囝伫这边呢，这是咱话进入要讲叫做白话啦，叫做黑盒子。而这两式，这式潜意识，这式是潜意识，这叫做执着式。但是因为这顶缘有咱你必识心，这头前我是外口，迄就是报业啊，迄报入来，报业到这意识。若无足大代志，因为这意识袂来，袂使入到这个，袂使入到潜意识，因为这个。妙观察了后，伊就认为无，因为无解决啦。我想咧，比如讲，我问阮当年说，我之前甲你讲，迄代志应该袂去。阮当年啦，我无意识安尼，我没有意识。迄个无意识就讲我无下伫潜意识的内底，迄个物件我袂来。但我问我当年迄件代志，你会记一个？我听一个吼，足艰苦。我听着足欢喜，足艰苦足欢喜，拢走伫这啦，拢叫潜意识，拢无平等啦，拢走伫这啦。
较久你会记哦。你有一件代志，甲你经历着，50档到10档，甚至甲你要死甲都记。因为你这潜在意识内底当中，因为你的心无平等，无平等就是有病嘛。毋知叫做平等性质心无病，所以有继续伫这2年了后，伊继续踏到了台湾囝儿。这台湾囝儿，咱就咧讲的哦，台湾囝儿是亲情吧？哦，因需要继续清改了语言技术，一定要到你原内分到你自身中的内底当中，叫做一点迄个情形啊，迄个归处，当然发觉着了呢，甲佛共一项物件，叫做思想理解。你甲佛甲一般点的众生，拢有一个同样的思想理解。佛无合格，你无合格，是因为咱来到这个世界的轮回，咱叫无变啊。但是你无变，显然啊显会开，妄想执着，显然啊显会开。你家己的后呢，你实相你去按照。所以你当时师父已经悟到这个道理啊。哦，我哪有一个思想发展？但是今日我过去得到阿罗汉，我得到一个我袂当了解到这个物件，所以师父就才讲，这句话就出来。铁律秘籍伊别发言，迄个铁律秘籍就是因为师父已经体悟到迄个思想发展，要还他目屎啊！因为咱讲迄个铁律秘籍就安尼唱起来啦吼。毋是好做大声啦，那好做声后标就讲袂出来嘛，应该是安尼啦。即句话解释应该是对你别发言，因为感动到目屎啦，咱人作伤起来目屎，作欢喜来目屎，敢毋是？你会去看到迄世界美女啊，选美的比赛，迄几啊10名来啊。咧最后边叫来第10名、第9名、第8名、第7名，你来去点，第6名、第5名到3名，你心中就要跳出来咁听啦。到第3名、2名、1名抢着了后，迄人已经讲命运就走过去啊，怎样跳起？那个踊跃欢喜，那个欢喜，他伊拢袂死，那个欢喜我，迄种欢喜，所以越来越好。到有比咱得到咱欢喜，无比咱得到咱欢喜，但是咱毋知晓，世间人就是按这个想。但我请问你啊，较早年前我，伊过去是当旅游咧，敢毋是安尼？你世界我着迄个美女起来呢，你去看，连节目去看，互伊话有过啦，互无化妆啦，老就是老啦，较袂白惨些，袂白惨些啦，或者你较早行情走到对不对？连迄个马来西亚，迄个嫁人来第几代迄个木材大王，因翁死啊，真歹车你嘛70万个。当时我伫几个路用我过来等于，其实迄拢是世间，迄叫做昙花一现，并让这个开。所以咱今日真正铁律秘籍，二别分别。这个别分别是讲对顶悬的人讲，这个别分别。顶悬对下底讲的，我个是你，不过师父地，拢安尼讲，直接安尼讲，因为。深深感激佛陀教化的发现，感叹这部经典含有真深无的思想。这里而且自己又能够在今日能够大开感悟，将心理感觉出来，咱就充满着热力，以抒发着内在的纯洁的美容。因为这是一个真
这是发出了真情的这个礼物，所以讲只有无声之声，无声之气，无声之气的我爱唱着唱着唱着，迄个感觉。真正呢，有电视咧想讲，我唔遐好，你无拄着，你若是件物件互你拄着了，你真正你所欢喜。我真个是，你一个后生人去考着台大医学院，你一个后生你考着台大，你一个初间考着台大医学院，你会欢喜袂？你会欢喜，有啥欢喜就目屎啦。哦，感谢阮的祖先哦，感谢天哦，感谢地哦，感谢后壁，感谢父母哦，大家拢感谢呢，因为太欢喜。但是拢不比你得到上发这个道理哦，这而且当中呢，因为有啥事情，不是怕不大哦，就不能讲出话来哦，这个时阵哦，咱而且这个。当时啦吼，这个时阵呢，咱数学上一句话啦，感叹一句话啦，虚有世尊。这个虚有世尊啦吼，是咱互我感受，迄个虚有叫做虚奇啊，迄个小有，而且句话咧讲，而且个世间要拄着一款人，嘛真正无可能拄着，所以第二份的内底当中。咱金光叫个地分啦吼，善的起唱的内底有一段话，有咱虚有世尊。啊，这段话，这段话呢，虚有世尊名虽然是相同，但是意义不同。因为第二分的内底是咧赞叹，明白法界妙用表现在传递师字这个吃饭孙王法，这个不得当时，因为伫金光经的第分的内底当中呢，因为伊出入往法，迄叫做理想法界、理想真如，离开一切诸相，咧讲三业清净明净。如来显化的诸菩萨，如来显护相诸菩萨，如来显化的诸菩萨，对用心教，甲着意教，咧甲咱传这点嘛。如来显护相诸菩萨，伊用着这个靠三业、靠清净去传这个，叫做三业清净去传这点。迄是当时所有的看到当中，你来赞叹叫做虚有世尊。伫当时，伫第二分咧讲，毋过呢，伫这段话哦，14分这段话，伊这个虚有世尊，咧赞叹的意义无相像哦。我过去捌讲。第一分叫做信，到了第10分叫做解，你毋知爱记住我讲这个物件。迄个解就讲到第10分呢，灵霄明讲解，到第17究竟无我就讲行，信解行，到第3分就讲情，后壁就叫情，所以这有做4大科里内底。毋过呢，今日这大科就是讲到有解。因为书法已经解开了，已经所了解什么物件？虚有世尊，这是当然，这就是日常，这是第二分的赞叹的书法内底。这个出于方法，用理想真如理想，或者咧所谓这点，所以讲叫做虚有微妙微妙。毋过咧第14分，虚有世尊这句话足是赞叹什么物件？来同学。先给我来看啊！而且当中呢，虚有世尊这句话就是所谓赞叹自己，赞叹他自己明得了真深的这个解悟。我所说的金刚经的义理归属，这就是以前无有解悟过的物件。今日我总是解悟。所以，因为伊诚感叹的说出，会敢若讲起来讲，我过去也无听过着即款的道理，也未解悟着即款的道理。今日我总是有一个稀奇甲小有，伫世间
真难得的一个什么呀？的一个福道，一个释迦牟尼，总是会当把事实这讲出来。所以呢，我今日非常感恩甲什么呀？所以这段话就讲出来了。我什么呀？不说如是行清经典，我将是必为咱自问如是之经。你这段话，咱互学，若咧讲到迄个如是行清的经典，咱会讲这段话出来吼。不说如是行清的经典，离小乘的经典叫做清经，离梵教所说的经典叫做清经。那离大乘经典叫做行清的经典，所以呢，这个我咧说的，这是如是行清的经典，已经讲到迄个实相。这如是行清这句话你要看会到，迄个行，咱之前讲的叫做清经，叫做清经。叫做行清，经典。离佛教上内底，咱个理论做这三种。清经叫做阿罗汉，伊所说叫阿罗汉，因为伊说要未证用成清经，这个变觉菩萨。变觉就是讲什么呀？变觉菩萨讲叫做自问。因为什么叫做变觉？因为伊还未达到实觉，还未证到神清。所以你这个内底当中，这个菩萨。变觉是因为心法，要入去当要入去尔，伊还未到，就参照咱。早上讲着，十住、十行、十回向，咁是这个严格，十地，这个是十教菩萨。这个的心，这个的款，严格，要进到心，就刚才讲起来，伊要进入到真正地、实地内底初地叫做欢喜地，伊阿里个人阿里3年内底伊十住十行十回向，所以呢，因为这是佛因讲出来。离清经、离清经、离行清经典，若按照这大个分开，说的因为到行清经典啦，就是有梵教的义理，5到10教大乘的规矩，对因梵教叫因教菩萨，到10教叫做大乘菩萨，叫做10教菩萨，所以当。讲行清，怎会知影？因为释菩提文说，是经清解为清，因为伊已经有到了迄个意趣，迄个意见，甲咱讲起。咱若无到迄个意见，讲到迄个意见，咱嘛听无，咱嘛袂讲迄个意见。但是你若到迄个意见，我讲迄个意见你听无？因为它绝对不一样。咱以前去拄着一个某某人，我问讲什么人？我听讲伊做中文啊，是超40-50年，即届去拄着，迄个是咧问问题，啊，讲不见，较早有一个当今嘛说当初咧讲。讲伫道中的布施，叫做功德啊！讲伫外口的布施，叫做福德啊！伊头一句就问我这物件，
哇，伊就我咧讲嘢，伊讲啦一句话啦吼，这人讲一句话唔对啦，唔对啦，反正做出来拢是头家。无论你是做到保险，无你无到保险，即做的拢讲是头家。啊，若安尼，等我请你一个问题，当时呢，我给3日1时，5日1暗，啊，因我讲你唔好。毋过，但我讲实务公德，毋过伊保险伫道中哦，保险伫分红哦，伊保险偌济，3日1时，5日1暗哦，但无甲固定哦，无公德哦，敢是？啊，若安尼，让我第个问，迄个啊，毋是公德，为什么叫公德？伊讲正义妙啊，正义妙啊，退出风声，逆是公德，不在世。即句话就伊讲的是，不过因为我嘛解说一下，办事会解说一句话。彼得咧讲这，当时为妻孙慢慢做，武帝做事大心保水，实在名誉地方，不可以服求的公德上啊，成较有无？伊义务品讲，见心是讲，边顶是结，内心起码是讲外扬有咧是结，是用这个公德。迄个公德是内心中的物件，内心起码是讲外扬有咧是结，见心是讲边顶是结，你看真正。敢是安尼？后壁继续讨论，我就感觉咧讲吼，咱即摆咧讲实在，是咧人的深度无够强，你甲讲遐强，我即摆是咧讲一句话，但是过咧，迄款你感觉继续甲人讲，因为你讲的愈好意啊，好意你听无？疑问就愈大啦，愈听就愈混啦，愈复杂啦，讲到尾就我小正。安尼讲迄个简单，所以咱讲行家一开口，可以啦，变知识有没有？但是，所以你变定的时候，你有靠迄个系统代谢规矩，你有靠迄个系统部分，你今日去运作时间清白，人数我已经知影，深深平等，无靠代谢，所以怎样怎样处理虚有呢？伊直接来讲。伊讲，虚有先生，即句话哦，下面拢是本文啦吼。我想实体回啊，我想实体回啊，不如我讲，第叫八干，第叫天干，第三叫做鱼干，第四叫做花干，第五叫做福干，但是，八干叫做万物中心，天干叫做天行。鱼干叫做阿罗汉，花干叫做菩萨，菩萨叫做花干，福干唔知叫佛魔干法。唔对哩，所谓的讲，我将识来所定的，我从过去我修识就是我对过去修到什么，我已经到这阵，自我进阿罗汉以来，阿罗汉。就是方法，而且道理得定方法，而且个时间得定定时间，应该是了解一切法，一切法了。可是啊，有一文阿罗汉，这个阿罗汉他翻译成3年第个17，第个应用第3个东西。阿罗汉有3个名称啦啊，17，现在17。6七啦吼，睇即6七間面一些先即6七吼。第一應用嚟講，今日阿羅漢已經專項嘅，而眾生係共用，所以我講叫做其實阿羅漢。但是到了這個無聲，阿羅漢我們再來生啦。因为阿羅漢伊得力流，伊入生命之流，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所以伊唔免得來轉世。所以我講對阿羅漢、對地之分、對菩薩、對佛，這4種唔免得來輪迴。因為伊叫做變異生死，伊唔是叫分段生死。分段生死是任何過去我同你報告是六種六處。
因为一半，像咱来到这世间人，咱来到这世间，时间到咱就做这样，叫做半嘛，对不对？叫做混乱生死。后半咱要走对一道来，咱嘛唔知影个吼。但是呢，因为变一生死对阿罗汉伊入去讲，入生命之流，伊免得落，所以叫做变变。对伊心开始转变起去啊，伊免得拖这个马体落。然后一来个不还个阿罗汉，所以到